讲到嘉义大地震，这台南南西到当时阁有116个人暂时休伫咧南西立碧园收容中心。市府进前有另外搁找所在，先找到台20线局镇附近，毋过是有受灾户讲伤远，目前是先敲到南水分署南西加管宿舍，会当先予34户安大好势。 一透早，南水分署南西管束宿舍外口，就有市府工务局的人员得到清理室内室外的环境，因为这个地点大约34户，整个起的基础未来会成做安置南西灾民的新地点。目前有一块空地可以提供，做组合屋，台南市政府来做组合屋。那目前我们的宿舍有，民国58年建造有40户，那目前有5户是仍有遗眷在居住，那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提供。 台南市政府做灾民的安置计划。嘉南地区过年前地震，南西徛街受损上严重，目前也有116个人暂时安置伫咧收容中心内底。为了要让受灾户量早离开收容中心，即马当咧积极找所在。搁捌传出讲要安置伫咧药剂区。如果只要是在南西，其实都差不了多远。对啊，别像我本人是在水库里面工作，所以变成说在预警的话，会对我来说比较远。 后来经过民代，也有市府会勘，水利署南水分署提供南西灌输宿舍，也有户外大约0.65公顷的土地。目前先敲定南水署在南溪的旧宿舍可安置34户。那黄伟哲市长呢，也已经要求公务局立刻进驻处理水电修复等工作，希望可以协助受灾户早点回归日常生活。 不要适合当地的人这样。哦，就是恁家想无恁做工课啊，红本。另外，曾经有中建经验的组织，也有台积电市府，即马也当咧集结，希望会当汇集更较侪民间的力量。除了大部分市府社会局，即马也已经安排受灾户每一户1位社工，这是协助民众互因支援，也有关怀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